除咗話舉行呢啲活動之外，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檢測認證，因為香港本身喺檢測認證方面已經好有優勢，我哋係國際3大檢測認證組織嘅成員，意味住我哋喺香港做嘅檢測認證呢，其實係全球通行嘅。咁但係啦，我哋亦都建議呢係要去全面檢視我哋而家嘅認可測試服務，將一啲尚未涵蓋低空經濟嘅範疇呢就擺埋入去。咁樣先可以賦能我哋本地嘅實驗室啦，或者係檢測場所咧，去進行呢一啲相關嘅認證。最終我哋希望咧，就係唔同嘅企業都可以喺香港進行到檢測認證，取得咗嗰個證書之後咧，可以直接出口世界，並不需要再重新喺海外再做個好冗長嘅重新測試。我哋嘅唔單止係服務香港或者大灣區啦，我哋亦都係服務國家，增強翻國產產品嘅吸引力啦，並且係令到佢哋係可以放眼世界。